讲到台铁401车次道路故自强号早起6点多上八，伫咧花莲嘉宾路段时阵，说互一台冲入去铁基路的轿车撞到，造成第30个车厢冒落去，跋倒继续驶。一个火车顶台旅客大家是真平安，不过这台轿车的驾驶呢，伊是食酒驶车，酒测台要超过标准，这事故原因阁需要调查。监视器画面翕到台铁401次泰罗高铁车，当经过平高度，突然一台白色轿车冲向铁基路，直接弄到列车车厢，车头全毁。有民众看到，赶紧走去将驾驶救出来。啊，为什么要闯？奇怪，好吓人！撞得那么严重，听到声音我也吓一跳。初步了解哈，我们的这一辆轿车是撞到401的第3车的左右，然后就造成列车无法行驶。出代志的驾驶大约20多岁，防救出来了后也会当行。伊讲昨暗有啉酒，醒过来要去买早顿，刷讲行动力并好多，那伊的酒测达到0.3毫克。狂越撞击台铁401车次自强号，那驾驶轻伤，那个有酒精反应。那后续我们将依公共危险罪来侦办。事故原因也有待调查，只是查甫人驶车这一辆，造成泰鲁高列车第30车厢冒落去，列车驾驶发现车辆异常，失去动力，赶紧查看。那台铁也为花莲派出培养马号告场，专接车顶的307位旅客。停在这边已经停1个半小时了，就包括换车。那车内都没有广播什么样的原因吗？都没跟你们讲吗？没有。部分民众即期台铁的处理状况，一台列车慢分120多分钟，也毋过好在列车旅客拢无人受伤。台铁表示，列车受损情况、损失金额也有事故确实的原因，拢也需要进一步了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